講起印度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咩？係咖喱、IT 奇才，定係14億嘅龐大人口？印度擁有全球最多嘅人口，無數頂尖嘅工程師同 CEO 遍佈硅谷，理應具備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嘅完美條件。但係現實往往比想象中殘酷。點解印度有咁多人、咁多天才，但係製造業發展咗幾十年，依然遠遠落後於中國，甚至被越南、東南亞國家拋離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呢個困擾咗印度幾代人嘅世紀難題，到底係歷史因素、政策制度，定係社會文化阻礙咗呢隻南亞巨象嘅起飛？首先，我哋要認清一個殘酷嘅現實：印度嘅勞動力並唔等於有效嘅生產力。冇錯，印度有14億人，人工亦都好平。2017年嘅數據顯示，印度城市嘅每日中位數收入大約係$4，足足落後中國16年。但係平唔代表好用。印度嘅基礎教育同勞工質素一直係外資企業最頭痛嘅問題。印度嘅成人識字率落後中國大約30年。喺好多貧民窟長大嘅印度人，甚至連基本嘅政府檔案都冇。呢啲勞動力去到工廠，效率低不特止，仲好難培訓成為熟練嘅技術工人。中國當年能夠崛起，靠嘅唔單止係人多，更重要係有大量受過基礎教育、紀律嚴明嘅產業工人。呢一點印度暫時仲未做到。第二個致命傷係基建同資本嘅匱乏。搞製造業唔係淨係起個廠房就搞掂，你需要穩定嘅水電供應、四通八達嘅公路網、高效嘅港口，仲有完善嘅供應鏈。印度嘅基礎設施雖然近年有改善，但依然同中國有一大段距離。印度製造商往往需要從國外進口大量零部件，因為本土缺乏一個互聯互通嘅大型生態系統，結果令到生產成本大幅增加。經濟學家指出，要實現8%嘅經濟高增長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需要佔 GDP 嘅36%到38%，但印度喺2021年嘅數字只有28%，遠低於中國嘅42%。冇足夠嘅真金白銀投入去搞基建，外資點敢放心將生產線搬過去？第三個原因可能係最難改變嘅，印度極度撕裂嘅社會結構。印度係一個由無數種族、語言、宗教拼湊而成嘅國家。有學者形容，印度與其話係一個統一嘅國家，不如話係一個由多個半主權州份組成嘅次大陸。其中最出名嘅就係種姓制度。雖然法律上已經廢除，但係種姓觀念依然根深蒂固。唔同階層、唔同文化嘅人有住截然不同嘅經濟訴求。結果就係，印度雖然號稱有14億人嘅大市場，但實際上係由幾千個碎片化嘅小市場組成。呢種社會嘅撕裂，令到印度好難形成一股統一嘅力量去推動大規模嘅工業化。最後我哋要講下印度嘅政策同制度，少於井號一。印度一直有一種根深蒂固嘅保護主義傳統。作為曾經嘅殖民地，印度對外國資本有一種天然嘅防範心理。喺貿易上，印度經常設置高關稅嚟保護本土工業。2019年，印度甚至退出咗涵蓋多個亞洲國家嘅 RCEP 協定。喺國內，印度嘅勞工法例亦都非常僵化。例如，聘用超過300人嘅企業，如果要解僱員工，必須得到政府批准。呢種過度保護勞工嘅法例，反而嚇怕咗大企業，令到印度高達86%嘅勞動力只能夠喺冇保障嘅非正式部門工作。相比之下，中國嘅改革開放係徹頭徹尾咁擁抱全球化，用出口導向型嘅模式帶動經濟起飛。印度嘅保護主義反而綁死咗自己嘅手腳。總結嚟講，印度要取代中國成為世界工廠，絕對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
人口紅利如果冇良好嘅教育同基建配套，隨時會變成人口負擔。印度有頂尖嘅 IT 精英，但缺乏龐大而熟練嘅藍領大軍；有民主嘅體制，但受制於官僚主義同社會撕裂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。印度嘅製造業之路仲有漫長嘅改革需要推進。多謝收看今集嘅分析。你覺得印度未來10年有冇機會喺製造業上追平甚至超越中國？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。記得訂閱同開啟通知，我哋下集見。